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陳 Sir， 今日喺美容展，我身處喺協利國際美容集團。咁今日咧就為大家介紹 SkinLab 最新嘅產品機動膠水組合嘅。咁大家咧而家追求咧都係快靚正啦，都會選擇好多醫美或者係高能量嘅儀器，但係做得多高能量儀器，第一皮膚細胞會弱咗，唔夠力修復，影響療程效果；第二皮膚底層會更加缺水嘅，想效果更加持久同埋吸收。只需要做儀器嘅時候，例如揩膚機、射頻機或者導入加入感光水同埋線膠原精華，就可以大大提升療程效果同埋延續性。因為入邊有兩個好重要嘅黃金成分：氯胜肽同類蛇毒勝肽。由於分子好細，可以落到皮膚嘅深層，加強能量嘅傳遞，鞏固底層之餘，再可以重點擊退皺紋，同做到 V 面嘅緊緻嘅。首先，感光水可以修復底層嘅屏障，建構基底受損細胞，針對做完高能量儀器嘅脆弱，再加強補充底層水分，令細胞可以加快更新。而埋線膠原精華可以源源不絕補充膠原，配合高能量儀器，加快令膠原媽媽生更多膠原 BB， 同時可以抑制黑色素活躍度，即時提升療程效果，做到 V 面同淡斑功能。而配合產品後續嘅護理都好重要㗎，機動膠水組合亦可以作為日常嘅保養，改善表情紋同緊緻輪廓。咁我用完呢個產品之後呢，我皮膚咧就緊緻咗，我黑眼圈咧又淺咗，同埋啲斑咧都淡咗㗎，所以大家快啲嚟呢度買啦！